继续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民众党候选人郭文哲提出政见，讲要改变有权无职的总统制，打造联合政府。若民进党热清德出席活动，呼吁百姓票爱投互着，行正确的路。另外，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昨暝和台座谈，讲要声援香港一团媒的创办人黎智英，佮讲家己袂想要去香港甲中国。大选提出政见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在去召开国家地理记者会，佮表示要终结有权无职总统制，国家缺少财政纪律、加司法失灵这问题，打造联合政府。国家的效能太差，天天在吵架，不能有效运作。我们要终结有权无责的总统制，创立联合政府，最终目标是内阁制。不过，受限的抗战新规权，外界关注内阁制进行的时间表。郭文哲表示，爱先为行政院长的国会同意权甲行政管理先开始。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10日去台演讲，伫上台道谢关香港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，因为违反国安法闭关，恐惊面临终审加禁，佮喊声中国应该先台香港。我不是只是声援黎智英，我认为北京要善待香港。你这样对待香港，凭良心说，我都不愿意去香港，我也不愿意去大陆。赵少康伫座谈的时阵，也出郭文哲去上台演讲，因为明直播煞生气，互郭文哲回击，爱不清楚身份是副总统候选人，毋是媒体讲话人。另外，民进党热清德早起是甲立委候选人参加文化界庭内大会，喊声爱选对的人行对的路。所谓选对的人走对的路，就是走台步了。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，我们不能够走回头路。罗清德强调，爱向前行大步，毋是行回头路。也佮表示，国会立委爱过半的目标，若无，若面对议题时阵，政党力量伫国会会一直对抗，对国家发展来讲，毋是好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